網約車法例今個月初生效，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話，運輸署今個月初推出嘅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，至今大約2個幾星期，已經有超過7500個申請者報考，首批考生將會喺9月中起開始應考。陳美寶喺無線電視節目講清講楚話，爭取喺未來幾星期邀請有興趣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。又透露有本地同境外嘅公司同政府接觸。喺我哋香港嚟講啦，或者如果會去內地旅行，甚或可能去東南亞旅行，咁大家可能比較有熟悉啲嘅一啲係營運有經驗嘅一啲平台嘅公司咧，其實都有同我哋接觸，都希望咧日後發咗牌嘅一啲平台咧，佢哋咧亦都會喺佢個詳細建議裏邊咧，係會同我哋透露咧佢點樣咧增加佢個運力嘅。咁譬如除咗係一啲私家車、網約車啦，甚或譬如能夠吸引到多一啲嘅中意做網約服務嘅的士係去掛靠啦，咁其實咧呢個方面咧，亦都係可以令到佢哋個服務係多元化啦。佢又話運輸署會爭取喺今年第3季內進行基線調查，掌握市民出行模式同數據等。又話正構建平台嘅監管系統，未來將會收集平台嘅營運數據。另外，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合約近日截標，政府一共接獲2份標書。陳美寶話反應符合政府預期，提到2份標書吸引具備鐵路興建、工程顧問、營運經驗嘅企業以組隊嘅形式投標。佢話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對比重鐵能夠降低大約40%成本。成個都係一個中型運量嘅車輛嗰個構建啦，實體嘅軌道，甚至佢可能未必有一個實體嘅軌道咧。比起重鐵嚟講咧，都會咧係牽涉低啲嘅成本，用嘅物料會少啲啦。亦都喺信號系統嚟講咧，亦都唔需要咧，好似我哋重鐵咁樣咧，係有一個非常複雜同埋繁複嘅一個嘅信號系統嘅，會有一個高架構築物啦。一般嚟講，相對咧要鑽探地底或者隧道咧，本身呢個咧都已經係相對冇咁複雜㗎啦。至於票價方面，陳美寶話要平衡市民嘅負擔能力、競爭力、項目財政持續性等，又話日後會有簡單直接嘅票價調整機制。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。